Whoa, league of my own, it don't get better. No, read what I wrote, I'm a bestseller. Yeah, reach for my goals, hit it dead center. 今年我哋第2次 Foundation Dinner， 其實我哋年年都有個主題嘅，今日叫夢想飛行，無限可能。希望我哋嘅學生將來有所成就，有所夢想。好高興睇到我哋大學每年一步一步咁進步。大家要記住，我哋自資大學呢，每一分錢每一分銀都係要大家同埋同各位努力去幫我哋嘅。我哋學校亦都好注重呢個社會嘅發展、學生嘅發展嘅，所以我哋亦都撥咗1000萬咧，俾我哋啲同學上一個精神急救課程。咁另外大家可能都唔知道咧，其實我哋都會大學咧係唯一香港一間大學咧可以喺在囚人士入邊咧頒學位俾佢哋。如果大家注意到最近有一套電影上映咧，佢係香港亞洲電影節嘅入選作品，出品人同埋個編劇咧係都大嘅校友，心裏面有一個願望拍一套電影，所以就去咗都大李嘉誠專業證書學院咧讀咗一個電影編劇嘅專門嘅課程。只要有信心、有抱負，只要腳踏實地、努力，我哋就會成功㗎啦！我哋今日就夢想飛行，無限可能。為咗答謝胡博士嘅貢獻呢，大學特別咧為佢準備咗一份禮物㗎噃。呢個福字咧係由唔同嘅元素咧拼砌而成嘅，比喻胡博士咧對都大咁多年嘅貢獻。大學希望藉住呢一份嘅心意咧，可以衷心祝福胡博士同埋佢屋企人咧幸福安康。好多謝各位今日喺百忙之中能夠抽空嚟參加我哋嘅晚宴，有你哋嘅出席同埋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呢個晚宴先至係會搞得成功嘅。咁今晚除咗係見證咗都會大學咁多年嘅成就咧，就我喺度亦都係希望大家各位善長仁翁能夠慷慨解囊，讓都會大學同埋各位同學飛得更高，飛得更遠。多謝黃主席俾我哋有呢個機會，多謝佢嘅支持，我哋先有機會踏上呢個舞台表演俾大家睇。其實只要堅持落去，我哋嘅夢想一定可以帶我哋飛到去更加遠嘅地方。都大又有一個夢想要飛出去啦！有一位咧大學多年嘅好友，佢決定捐出港幣100萬元，去幫助我哋大學咧開拓低空經濟同埋無人機嘅教育發展同埋研究㗎噃，支持大學開辦實用嘅課程，繼續回饋社會嘅。